你可以洞悉未來，你願意付出乜嘢代價？如果你能夠預見未來，你又會唔會把握？抑或你會再次錯失機會？有乜嘢股票你應該賣，但係又冇賣到呢？有乜嘢物業你應該買而又冇買到？有乜嘢機會你應該把握而又錯失咗呢？你一生中又能夠遇到幾多機會呢？呢個可能係你最後嘅機會。你要格外留神。每10年就會有一啲配合時代趨勢嘅偉大產品出現。70年代係微波爐，80年代係錄影機，90年代係電腦同埋互聯網嘅世界。喺80年代把握到機會嘅已經成為百萬富翁，而90年代把握到機會嘅就已經成為億萬富翁。你認為未來呢幾年嘅趨勢又係乜嘢呢？世界頂尖經濟學家 Paul Samuelson 預計2010年健康業每年將為美國經濟帶來1萬億美元嘅收益。呢啲收益嚟自為大眾提供令佢哋更健康、更美麗、延緩衰老或預防疾病等等產品。試諗下，健康業喺20年前並唔存在，但係今日健康業收益達2000億美元，相等於美國整體汽車業收益嘅1半。由2000年至到2010年，喺健康業嘅消費將會由2000億增長到1萬億，足足有5倍嘅增長。點解升幅咁大？點解呢個升幅係可以預計得到呢？原因係喺2次大戰之後出生嘅新生族，佢哋過去20年主宰咗經濟嘅發展。呢個係咪就係你值得把握嘅機會呢？呢群新生族正在喺37至55歲，正值事業高峰，收入非常可觀，消費力極之龐大。就係佢哋促使咗房地產嘅增長，佢哋亦都係運動用品、汽車、個人電腦同埋互聯網嘅消費群。目前美國經濟總值10萬億美元，其中5萬億就係由佢哋產生㗎啦。雖然戰後新生族佔人口嘅30%，但係佢哋嘅消費額卻佔整體經濟50%。更重要嘅係，佢哋未來將會有1萬億美元嘅額外消費，呢1萬億美元將會用喺一啲更有價值嘅範疇，就係用喺保持青春、抗衰老、維持健康等等嘅地方。喺未來10年，美國新生族喺保持健康嘅消費由每年2000億美元增長至1萬億美元。1萬億美元，相等於1日消費27億美元，1小時消費1億1400萬美元，1分鐘消費1900萬美元。如果你願意把握，呢個就係你前所未有嘅機會。但係你又可以點樣把握呢個機會呢？你可以令自己成為醫護從業員、生產商、零售商，甚至係分銷商。醫護從業員，例如醫生、按摩師，又或者治療師，需要你付出高昂嘅學費、保險金額，同埋長時間不停咁工作。生產商，你需要大筆資金設立廠房同埋進行研究。零售商，你需要支付龐大嘅特許經營費、廣告費、員工薪金、存貨、1星期7日嘅工作時間。最有利嘅就係分銷商。未來20至30年最大嘅財富並不在於生產，而在於分銷。好似美國最大百貨連鎖店 Walmart、聯邦快遞以及喺互聯網上售賣書籍嘅 Amazon.com 都係從事分銷業務。佢哋都有一個相同嘅名稱，就係分銷商。呢啲公司將客戶認識同埋需要嘅產品有效咁分銷。21世紀最大嘅財富將會來自教育消費者關於新嘅分銷渠道。呢種係思想敏銳嘅生意，就係更好嘅產品，更好嘅分銷，帶嚟更好嘅機會。
因為呢班為數5000萬嘅新生族將會產生1萬億嘅現金消費，佢哋係唔會停止對健康嘅追求，佢哋想繼續滾軸溜冰，佢哋想駕駛跑車，佢哋唔想衰老，佢哋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令到自己更加健康同埋活力充沛。喺未來10年，美國嘅新生族會喺追求健康嘅花費上會由2000億美元增加到1萬億美元。你準備好未呢？同你分享呢段影片嘅朋友可以俾你一啲意見，分享呢個已經被證實嘅成功模式。呢個模式你可以喺屋企開始，而唔需要好多資金，亦都唔需要支付員工嘅薪金。呢門生意可以喺空餘時間開始，但係可以賺到數千甚至數萬元一個月。因為呢個係喺屋企創業嘅機會，喺稅務上可以享受到優惠。試諗下，而家就1982年，有一個叫做蓋茨嘅人邀請你投資喺佢個人電腦同埋互聯網嘅生意上邊，有邊個會相信佢呢？今次你又會點做？美國最大百貨連鎖店創辦人 Sam Walton 喺44歲嗰年創辦咗 Walmart， 喺61歲嗰年佢成為世界首富。你又有乜嘢藉口呢？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嘅，假如今日你睇咗呢段影片，你再唔能夠講你唔知道。當你嘅子孫問你21世紀初繁榮景況嘅時候，你會點答佢啊？你會同佢哋講你點樣裝備自己去把握呢個機會呢？抑或你要揾定藉口去解釋點解你又會錯失機會？呢啲統計數字係真確嘅，趨勢係必然嘅，時機亦係最適當嘅。你一生中仲有幾多機會呢？無論如何，唔好再錯過呢個機會。